一般人下意識第一印象就係我白色嘅設計就係好似冇設計咁樣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做到佢咁極致嘅時候，將白色變成為一個設計主題啦，咁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玩法，同埋嗰個個性都可以好強烈。單位設計一半用上白色，近地下嘅位置反而用上黑色。今次用嘅黑色地板去做襯托，黑同白一個最深最淺嘅顏色嘅對比咧，咁個設計感喺一個我諗叫現代設計嘅風格之中係會比較強烈啲。白色光猛嘅玄關位做咗一大級石級，分隔咗同廳嘅空間。粗糙質地嘅圓形通花磚係成個單位設計嘅前奏。走過石級，進入客廳嘅範圍，單位佈局有更加明確嘅分隔。喺個空間佈局度，反而係今次好睇重嘅一件事，因為今次呢一個設計項目咧，其實早喺戶主買樓之前已經係開始緊。走動嘅空間其實係好四通八達嘅，客廳嘅家私至中，飯台至中，甚至乎主人房入面床區都係至中，有四邊嘅通道。咁我諗呢啲都會係一般香港嘅住家度係稍微少見一啲。曲尺型梳化同埋休閒椅用上黑色布藝款式，牆上黑色畫畫有凹凸，質感豐富。燈飾保持簡約，全屋冇用上形態誇張嘅吊燈，而係直條狀嘅黑色射燈。至中嘅電視機背後特色牆呼應玄關嘅設計。今次喺呢個佈局喺個新個空間規劃度考慮嘅時候，不如就直接梳化望埋窗，喺窗前露台門呢個前面就做電視牆。咁所以就考慮到有啲物料可以選擇，例如就係呢一個通窿嘅紗磚，佢係一個平時會係用喺建築物嘅一啲戶外空間先至用嘅室外物料嚟。我就選擇咗直接用佢原裝嗰個咁嘅飾面去到做呢個質感。為咗令到空間有更多嘅變化，客廳以至飯廳做咗幾道白色趟門。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完全遮掩廚房或者玄關，廚房亦都可以變為開放式。中間設置純白色嘅中島，工作台面大大增加。中島線條利落，配合簡潔嘅白色櫥櫃。好多人如果做簡約嘅時候，如果佢話去到好似日本斷捨離嗰一種嘅簡約，其實係要用生活習慣去到就個設計嘅。咁但係而家我就會加返好多因應戶主嘅生活習慣而作考慮嘅實用性。簡約只係佢一個表面見到嘅形式咯。每個空間有各自嘅儲物櫃。屋主使用上更加方便之外，亦都可以避免出現笨重嘅大櫃影響空間感。餐台用上雅黑色，餐椅係白色領面，統一配上黑色軟墊。單位其中一間多用途房門設計增添換離，用上兩道白色旋轉門，平衡單位對稱至中嘅空間概念。推開中間走廊門，進入主人房嘅空間，兩邊做滿白色衣櫃，加上雅黑色嘅抽手，令到衣帽間睇起嚟比較型格。主人房睡房嘅上方加設咗假天花，畫出在休息睡眠區域。假天花兩旁滲光，有助營造放鬆嘅氣氛。睡床兩邊設有門口，係基於屋主夫婦生活習慣嘅考慮，俾其中一方出門嘅時候，亦都唔會打擾另一方休息。房門其中一邊嘅白色趟門，
打開之後係一列實用嘅書架。主人房嘅套廁喺另一道磨砂玻璃趟門嘅後面，牆身用上平實長形米色磚，純白嘅設計繼續貫穿主廁。唯獨毛巾架同埋水龍頭用上顏黑色點綴。